各位同學，你哋會唔會覺得借喻好難運用呢？今日就等我帶你重溫一下借喻嘅用法啦。首先睇下借喻同明喻嘅分別先。明喻有像、仿佛等等嘅喻詞，但係借喻唔會有㗎。我哋仲會直接用喻體去取代本體。一齊改寫呢一句：天上的太陽像火球一樣把我烤乾了。太陽係呢一句嘅本體，而喻體就係火球。我哋直接將太陽用火球去取代，並且刪除喻詞，就會變成天上的火球把我烤乾了。你睇下個畫面係咪生動有趣好多呢？暗喻改成借喻嘅用法差唔多，我哋同樣用喻體取代本體。雲是千奇百怪的棉花糖，在天空中隨風飛舞。考考你先，本體同喻體分別喺邊呢？冇錯啦，就係雲同埋棉花糖啦。改寫成千奇百怪的棉花糖在天空中隨風飛舞。留意本體同喻體係要有相似性先可以用借喻噶。而家幫我完成以下呢個小測驗，睇下你係咪真係明白啦。暑期升學預備班接受報名啊！除咗有專科預備班，仲有寫作同埋閱讀理解可以訓練噶，一齊把握黃金學習時機，喺新學年之前做好準備。